你认为有可能吗？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能？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有像 Doctor 吗？有吗？赖的电话扣卡，对透早起你卡，卡到下晡2点半，恁爸实在站袂牢啊，卡到2点半，直接派一个代表，彭哥的。直接来打电话，恁爸来接，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凤梨吗？我讲对，我是。What's up？ 伊讲，请问你知道某某人怀孕的事情吗？我讲抱歉哦，我不明白哦，不清楚哦，怎么了吗？伊讲。我们方便问你几个问题吗？我们过去采访很快，采访速度很快，一下下就好了。我说抱歉哦，没办法哦，不要再来了哦，也不要去我的公司哦，买哦。他说那还是方便电话稍微访问呢。我说他这个事情不应该访问我嘛。你要去问医生啊，你怎么会问我呢？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有像 Doctor 吗？有吗？我就问那个记者，你觉得我看起来有像 Doctor 吗？他说没有，因为你们相处比较长时间，问你简单几句。我说好，我就简单回答，就这样。我最后的重点是麻烦他，可不可以请你们的同业，麻烦拜托你的同业，看哪一间的，叔叔分手快1年了，快要1年了，分手，怎么什么事情都要来找叔叔？叔叔会知道吗？会吗？什么事情怎么会问我呢？你认为有可能吗？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能？我会知道吗？我能乱讲吗？为什么要把我的照片放在那边乱导风向？